起步啊，應聲彈出比較中間啲嘅聯邦咧，佢哋瑞士聯邦係最快彈出嚟㗎。入邊交通督導唔慢嘅黃衫黃庭貴女都比較快啲，撳翻住咧就勤勉區啊。喺內檔方面啊，仲有隻貼身護衛又快少少㗎。頭球主將留住嚟跑喎，而家排咗一檔嗰隻啊，淺藍色衫。咁外邊啊戴住個白色眼罩嗰個開疆辟土啦，就拍住佢勤勉區。紅衫紅帽咧嗰隻係大亨堡嚟嘅，後一格啦先仲有咧嗰啲啊隻街輝嗰隻介爵曾輝啦。暫時尾三位置咧嗰一匹先係開荒者啊，殿後一匹啦咁啊有啲係耀木星啊，再後啲係碧間啦，同埋嗰隻係添兒彩嚟㗎。咁啊睇翻前邊啊，放頭貼身護衛布文啊，佔先成差唔多2個身位啊，頭球主將啊咬住個第2啦，上緊嚟交通督導啊，喺佢外側啊嗰隻黃庭貴女啦，中間上緊嚟咧見到就開疆辟土啊，再出邊位置上嚟啦，瑞士聯邦啊大外檔咧咁睇嗰啲勇兒子點追啦，入到嚟最後300米都前邊咧就成堆馬都近嘅，中間開疆辟土，出邊位置係瑞士聯邦，入邊仲個黃庭貴佬耀木星喺入邊咧就追咗上嚟嘅，入到嚟最後差唔多100啦，前邊突圍而出啊，見到呢匹瑞士聯邦贏到今場賽事，跑第2名睇下耀木星頂唔頂到啦，咁啊中間位置開疆辟土同埋咧黃庭貴佬贏嘅。哦，咁啊自己贏翻自己錦標咯喎，真係啊！古摩亞馬瑞士聯邦贏到甩晒啊！瑞士聯邦啊，麥道朗啊，咁啊今日佢起貓。第2就真係好近，睇下開疆辟土捱到啊，因為耀木星追到啦，似乎耀木星就高啲，耀木星應該耀木星就高啲。玉龍係一隊咧出閘撞啊，自己撞自己啊！嗰隻開荒者捱咗下都幾重嘅。但係耀木星點解嗰11檔佢捐咗入邊嗰邊咧？佢一路揾位嘅，一路揾遮擋，佢係跑一段嘅啫嘛，同你。佢知道一定揸住最輕磅，一定係有得跑嘅呢一場。反而有隻慘啦，隻交通督佢起。